大家好，歡迎收睇《香港往事》。有四叔之稱嘅香港地產富豪恒基兆業地產創始人李兆基去世咗。3月17號，據恒基兆業地產官網發布消息話，恒基兆業地產有限公司沉痛宣布集團創辦人李兆基戴梓經婚筵，同於今日嘅黃昏喺屋企人陪伴下安詳與世長辭，即潤享壽97歲。李兆基出殯儀式嘅舉行日期，一切等家族安排妥當之後，將會另行公布。李兆基1928年2月20號出生喺廣東順德大良，恒基兆業地產有限公司創辦人，香港順德聯誼總會榮譽會長，世界順德聯誼總會名譽會長，恒基兆業地產集團原主席總經理。李兆基於1995年、1996年、1997年喺福布斯富豪榜上連續3年成為華人首富、亞洲首富，並且連續2年喺全球富豪榜保持第4位。1995年獲得亞洲企業家成就獎，同年獲得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頒授戴梓經勳章。2018年以2150億元財富成為香港首富。2020年以304億美元財富成為福布斯香港首富。香港4大家族一代創始人，俾人稱為地產大亨、亞洲股神、香港巴菲特。1958年，李兆基同彭景喜、郭德勝等8人合資成立永業公司，推出分層出售、10年分期付款嘅方式，一改香港成棟出售嘅銷售模式。公司修建嘅項目幾乎都能夠實現快速去化。到咗1963年，李兆基同彭景禧、郭德勝3人將永業公司重組，成立咗新鴻基企業有限公司，其中郭德勝出任主席，持股40%；李兆基出任副主席兼總經理，持股30%。此時新鴻基呢一名號徹底喺香港打響。1972年，新鴻基地產喺香港上市。唔願止步於現狀嘅李兆基於1975年成立咗自己嘅公司恒基兆業地產有限公司，並且喺1988年推動恒基地產上市。地產生意做得風生水起嘅李兆基喺進入21世紀之後涉足股票業務，令人艷羨嘅係李兆基喺資本市場同樣如魚得水，成功實現從地產大亨到亞洲股神嘅華麗轉型。不論係李兆基嘅1元變8元嘅理論，定係喺美國次貸危機、日本股票中審時度勢嘅精準操作，都無疑為其股神嘅身份重重加碼。自此，金融界又增加咗一個響亮嘅名。到咗2019年5月28號，李兆基正式宣布退休，退任恒基地產董事會主席兼總經理職務，將公司交到2個仔手中。同日，李兆基亦都宣布退任新鴻基地產嘅董事局副主席，但仍然繼續留任咗恒基地產執行董事同新鴻基地產非執行董事嘅職務。淡出意味明顯嘅李兆基喺2020年福布斯香港50大富豪榜中，以304億美元身價擊敗李嘉誠，成為香港首富。事實上，李兆基早喺1997年以1270億身家登上美國福布斯嘅世界10大富豪排行榜第4名，成為華人首富。2020年9月10號，新鴻基地產發展有限公司發布公告話，李兆基年事已高，將唔喺公司喺2020年11月舉行嘅股東周年大會上尋求應選連任，並且將會喺股東周年大會上退任公司非執行董事，同埋終止出任公司董事局副主席。今日嘅影片就到呢度，歡迎訂閱、讚好、轉發，我哋下期見。